tracksuits and red wine, movies for two. We'll take off our phones and we'll turn off our shoes. We'll play Nintendo, though I always lose. 'Cause you watch the TV while I'm watching you. 又係一年一度嘅生日之旅，我哋搭凌晨機降落東京，隨即就搭上新幹線北上啦。第二次去北陸地區，就睇下我點樣發現新北陸啦。首先去到恐龍之鄉福井縣，落車就已經有隻恐龍迎接我啦。呢邊可能仲係比較鄉下啲，酒店好平就已經可以好靚。仲要居高臨下望住成個福井市。酒店附設 gym 房，設施有新又齊備，不過就冇乜時間玩。朝早就望住個靚景跑下跑步機算啦。酒店樓下又有一隻巨翼恐龍，仲要識喐識叫嘅。搭完凌晨機嚟到呢一刻先至可以嘆返杯咖啡。Single Origin 手沖只不過係港幣30幾蚊一杯。飲完咖啡，靈魂先至返嚟。話明係恐龍之鄉，真係一街都係恐龍，連後巷都有。去到超級市場又有。賣蛋嘅地方當然就有恐龍蛋啦。所有嘅紀念品店都係賣恐龍，如果小朋友嚟到一定好開心。第二日繼續恐龍之旅，去恐龍博物館有好多方法，其中一種就係搭恐龍列車。恐龍列車只限於星期六日開出，建議大家一早買定飛換定飛，仲要早啲排隊上車。因為近車頭位置會有一隻暴龍頭，望落去好震撼，但係唔建議坐喺恐龍頭隔離嘅位置，因為會長期有人走埋嚟影相。包括我。車程途中，大家開始發現一啲驚喜位。停靠車站會見到恐龍跳舞，所有乘客都驚喜興奮大叫。有時仲可以近距離接觸。臨落車每人仲有一隻扭蛋添。成個 package 會包埋巴士，直接送我哋去博物館。原來福井縣恐龍博物館係世界3大恐龍博物館之一，而福井縣就係全日本發現到最多恐龍蹤跡嘅地方。位於展覽廳中央嘅係1:1比例嘅暴龍，非常逼真。
博物館展示咗超過50具恐龍全身嘅骨骼，仲要係1:1比例。海陸空嘅恐龍都有齊㗎，其中有部分係使用真實化石組裝而成嘅。呢度展示咗當地出土嘅特有品種，好似福井盜龍、福井龍同埋福井巨龍等等。博物館出面仲有好多打卡位，唔好錯過啊！離開嘅時候好開心可以搭到 Pokemon 小火龍火車，然後我哋就去咗行美術館。金樽創作之心美術館係一個結合咗自然、生活同埋藝術嘅獨特園區。佢唔似傳統美術館咁樣俾圍牆圍封，而係將藝術品散落喺森林之中。不過呢度交通就唔係太方便，落咗火車之後仲要搭的士先至嚟到。我哋離開嘅時候都要靠職員幫我哋 call 車。隨即我哋就進入金澤地區，即刻就衝咗去食能登牛 shabu shabu。前菜方面，黑芝麻豆腐非常好食。前菜嘅牛肉牛味好濃，魚生新鮮有光澤，仲有一大盤蔬菜。主角就係呢一盤牛肉，油脂好豐富，食到我哋好飽好飽。最 surprise 係估唔到呢個冰見烏冬好好食，食埋甜品就返酒店休息啦。今晚嘅酒店係行 City Chic 路線，好細心咁送上生日卡，睇到個籃就知道有得浸大浴場，所以房入面嘅沖涼設施都冇乜點用過。我第2次嚟金澤，但係第1次去睇金澤站嘅古門。向住能登半島出發，早餐就梗係食返個能登牛飯團啦。一朝早去浸個靚溫泉先，浸完溫泉例牌要嘆返杯雪糕。雪糕用咗在地嘅鮮奶製作，乳牛係食冇農藥嘅草，生長環境亦都冇乜壓力，所以佢哋嘅牛奶係比較純正同埋香甜。而店主就係曾經遠赴意大利進修，仲成為咗當時全日本最年輕嘅 Gelato 大師。我試咗能登牛奶味同埋鹽味，牛奶味香濃，
質地就比較黏糯軟滑。能登半島出名食海鮮，入咗其中一間壽司店食8罐 lunch set， 隔住個 mon 都睇得出啲刺身係靚立立嘅，可以證實有幾新鮮。8件壽司都係由大將揀選最時令最靚嘅海鮮手握出嚟嘅。最後仲追加咗一件蟹肉壽司。最驚人嘅係呢個咁高質嘅 set 只係1300 yen 就食到，每日限定10 set 㗎咋。食飽飽再行下魚市場，由於去到已經係下晝，魚市場已經冇乜海鮮賣啦。見到價錢只係大約港幣6蚊一隻嘅刺身蝦，忍唔住都叫咗啲嚟試下。而呢度出產嘅梅貝就可以揀刺身、煮腐或者賓燒都得。原來嗰隻啡色好醜樣嘅蝦先至係 MVP。我未試過食到咁鮮甜嘅蝦，所以即刻追加咗再食。10月嘅北陸開始大風，開始凍，海面翻起湧浪。經歷過大地震之後，能登半島好多設施仲係封閉中、修復中。希望下次嚟嘅時候可以完成修復，玩耐啲。離開嘅時候發現列車埋站係用民謠音樂㗎。出返金澤市區繼續食海鮮。menu 海鮮種類多不勝數，全日文嘅只能夠靠啲漢字估下咁叫啦。叫海鮮盛就一定最穩陣㗎啦。我就好掛住金澤嘅關東煮，最鍾意食呢個索晒湯嘅大車夫，仲試咗爽口彈牙嘅能登豚，仲有我哋兩個都好鍾意食嘅白子。最後以鹽味番薯天婦羅總結。點解晨早流流就去食後黑魚飯？因為我哋有太多嘢想食，排到滿晒，難得揾到一間又高分又早開嘅後黑魚苦飯專門店。飯粒吸收晒魚油同埋魚味，一食原味，二食加咗魚子鮮鹹香。我就最鍾意第三食茶漬飯。食完魚飯，啲咖啡店先至啱啱開門。手沖口感順滑，先有花香，再有果香。啲杯好靚，但係已經斬手指唔再買啦。
呢間係金澤好出名嘅麵包店，唔止外觀好靚，好多麵包都選用石川縣嘅食材去製作嘅。行街行到凍凍地，飲杯抹茶暖下胃先。多謝朋友請我食生日蛋糕，2個蛋糕都唔太甜，最緊要係非常之軟滑。雖然石浦神社係金澤市內最古老嘅神社，但係佢將古老傳統同埋現代可愛結合得非常完美，所以深受年輕人同埋女士歡迎。呢度嘅御守顛覆咗傳統風格，採用咗彩色水玉圖案，梗有一隻色會啱你。又係時候文青下，呢件作品係21世紀美術館泳池嘅作者設計嘅，非常之打卡部。卡姆係分佈型嘅美術館，唔再局限於喺一棟建築物之內，而係將多個展品散落喺金澤市中心嘅商業大廈甚至街道之上。買一張 pass 就可以喺城鎮入面進行一場藝術尋寶。我哋行旋轉樓梯拗晒頭，咁都係藝術品？原來雀仔聲加埋底下嘅雀籠先至係展品。Lit bar 喺某一啲日子嘅晚上係真係可以飲酒㗎。生日晚餐我揀咗一間有50年歷史嘅餐廳，餐廳創立於1975年。你睇下店主啲舊相幾後生。餐廳充滿昭和感高級洋食屋嘅氛圍。主廚叔叔專注地慢工出細貨。一大碟前菜融合咗日式同埋洋式嘅做法，視覺精緻，味道清爽，非常之有金澤嗰種精緻工藝嘅風格。呢度係食席前料理，主廚叔叔會喺吧台前邊現場烹調，睇住大蝦喺鐵板上面吱吱聲，口水都流埋出嚟啊！蝦肉爽口彈牙，調味精準。主角能登牛扒出場。能登牛產量係極少嘅，喺全國流通嘅量都唔多，所以嚟到石川縣一定要食。因為油脂太豐富，食完牛扒已經勁飽，食埋甜品就畫上完美句號。今日去冷門城市冰見，冇諗到可以搭到忍者小靈精列車，相信後生嘅冇乜邊個認識佢。對於我呢啲80後姨姨嚟講，絕對係童年回憶。黏黏忍者小靈精由藤子不二雄 A 創作，唔好搞錯啊！叮當嘅作者係藤子 F 不二雄，佢哋兩位曾經長期共用筆名，所以好多人都會撈亂搞錯。話咁快已經見到雨晴海岸同埋立山連峰啦！
冰見市話大唔大，話細唔細，所以建議大家租單車踩，仲可以 A 點租 B 點還。富山灣最出名肥美海鮮，尤其係絲魚係極高質。我就點咗醬油漬嘅絲魚當，用醬油漬過就比較重口味，但係仍然冇蓋過魚嘅鮮味。如果冬天就可以食到寒絲魚，到時食堂就會排晒長龍。而食堂最出名就係每一台都會送一大鍋魚湯。冰見係藤子不二雄 A 老師嘅故鄉。漫畫角色分佈喺街道嘅唔同位置，仲有得參觀佢嘅 gallery， 入面嘅手稿就唔可以影相拍片，唯有影幾隻絕版公仔啦。我哋求其亂入咗一間回轉壽司，冇諗到都勁高質。你睇下個燒比目魚靚立立㗎，貝類全部都好新鮮、好鮮甜，令到我哋好滿足。又係我嘅自肥時間，佢係金麥基，佢就係主角忍者小靈精。呢隻係金麥基隻貓，好容易喊嘅細佬，同埋我最鍾意嘅獅子狗。每逢搭正仲會有小劇場，主題曲絕對係回憶殺。踩單車嘅途中入咗間 cafe 休息，咁都俾我哋遇到咁好食嘅栗子 cheesecake。我選擇嚟北陸地區就係因為一張雨晴海岸嘅相。能夠隱約見到立山連峰嘅雨晴海岸，再加埋有火車經過嘅畫面，我已經心滿意足啦。臨走仲遇到火燒天嘅夕陽，開心死我啦！今晚入住富山市嘅酒店。Welcome Snacks 係暖曲奇，又見到個籃，即係又有得浸溫泉。介紹返日本名水百選之中，富山縣嘅湧水係名列前茅，仲要一開水喉就飲到，所以酒店會俾個樽你自己斟嚟飲。名牌酒店又有 gym 房啦。不過天氣好好，我就梗係走出去晨跑啦。富山最出名嘅清酒就係聖區，酒造目前只有大約5個人嘅小團隊手工釀造，所以唔係咁容易買得到。係啊，我哋又食海鮮啦，真係食極都唔厭啊！喂，點解我會去 Starbucks 㗎？因為呢間分店曾經喺2008年獲得 Starbucks 內部評選為全球最美嘅門市大獎，所以點都要嚟探店下。其實本身就係呢個公園靚，
有觀景台可以360度睇到立山連峰。行幾分鐘就可以去到隔離美術館，天台係免費嘅，同樣可以望到立山連峰。天台嘅藝術品全部都係用模擬聲音嚟創作，好似咕嚕咕嚕、咕嚕咕嚕、呼哇呼哇。室內嘅部分就需要俾入場費。本身美術館嘅建築物已經係好靚，好值得影相。未夠鐘食壽司就去飲杯啡，偷聽到原來店主丈夫係一位藝術家，唔怪得間咖啡咁靚啦。富山市玻璃美術館係由建築大師隈研吾設計，除咗係美術館之外，同時間亦都係一間圖書館，真係好羨慕當地人有一間咁靚嘅圖書館。忍唔住喺度睇咗幾本繪本啊！晚餐又係去居酒屋，又係食魚生、食海鮮，有海鮮嘅沙律特別鮮甜，梅貝好味，所以又再食。呢個魚餃好食到不得了啊！臨走食埋呢個超好味嘅魚乾最中餅。今日天氣好，我哋一早起身去黑部峽谷，勁多遊客搭呢架小火車，所以一定要早啲去排隊，先至可以坐到有利位置。好快就到達宇內月溫泉站。提提大家，因為高海拔同埋喺隧道嘅時候都比較凍㗎，記住着多件衫。出咗隧道之後，見到靚景，已經興奮到唔再凍啦。因為俾大地震破壞嘅關係，而家只可以去到貓又站，單程大約50分鐘。停一停貓又站，又會再上返車，去返起點宇內月溫泉站。落車之後，我哋去咗食件 cheesecake， 佢嘅賞味期限只有10分鐘㗎咋。然之後我哋就去咗浸宇內月溫泉，舒服到我哋唔捨得走。黃昏就返去富山站攞返行李，食埋最出名嘅富山縣地域限定白蝦當。就係咁圓滿結束咗我哋嘅北陸之旅啦。出返東京，再次入住位於鶯谷站嘅酒店，間酒店設計好靚，同埋喺山手線都幾方便㗎。而且以東京嚟講，面積都唔算細，仲有個小露台可以望到 Sky Tree， 勁誇張咯！一開門落緊雨都咁多人排隊。麵包店開設喺古民家入面，我哋2個人食咗8個包，全部都好好味。如果唔係一落機要返工，我一定會買好多返香港。之後我哋就喺谷根千行街，享受最後一日嘅行程。原本想食燒肉，但係好多都 full house， 亂打亂撞入咗一間有170年歷史嘅居酒屋，係東京最古老居酒屋之一，
創立於1856年，完美保留咗江戶同明治時期嘅風格。不過食物款式就10年如一日，非常簡單，來來去去都係豆腐、豆腐同埋豆腐。食完飯我哋就搭凌晨機離開日本啦，下次旅程再見。